非常的欢喜吼，咱台湾叫做疫后情啦吼，就是讲以前会当讲已经有一个曙光啦吼，所以咱会当开放啦，就代表吼，互咱吼，迄个讲甲咱浅显的迄个吼，因讲家户拢个确诊啦，啊，互较甲人讲无要紧啦，台湾这种事啦，安尼其实咱台湾无遐严重啦，但是嘛是安慰啦，因真吼安尼吼。食咱国国食生活袂安啊，所以讲咱拢将无天落输掉，吼，会当来互咱伫即个当中的吼，会当来开班。啊，啥喏？为啥物一直咱今仔讲叫做啥物班？体会班，体会班。啊，本来咱的智慧就枯竭啦，吼，咱的智慧本来枯竭，为啥咱要叫体会？就是咱的吼，已经的去吼，即个入做吼，讲吼。咱去学乌文早的啦，啊乌文像咱今仔日日头做光嘛吼，咱的本性就像日头安尼哦光起来哦。可是呢，若乌文像咱早的吼，像这几工仔吼，迄乌文早的，啊就变乌阴天啊，是无？吼，乌阴天，但是迄个就伊甲你比如啦，伊讲咱本来咱的自性哦，咱的本体哦，咱有求道，咱知影咱迄个，人讲真如本性，迄个物件就是。吼，太同款是光亮的，啊，可是真呢，咱是啊袂光。哦，咱本来是顶面甲下面拢是光亮的，像咱光起来啦，就是乌云啥？乌云甲咱比如啥？比如讲，因为咱去互咱这文育啦，这一切咱这思育力量着，所以讲爱鼓舞风吹云散，风就是讲像这乌云的，豆豆啊。开互开，安尼日头的光是一个照落来。伊的意思就是讲，咱本来呢是光亮遐迄个自性，毋过咱去力量着、污染着啊，所以咱必须呢爱安怎去恶众生，就是讲甲咱遐无好的歹的，伫咱心中无好的，尤其上吼，咱或者甲咱讲的，心中无好的上界严重就是贪嗔痴呢。这物件，咱爱透过着真理，吼，就亲像咧，咱今仔日邀请的王讲师，吼，伊等下吼，伊就是咱吼，咱相信咱各位浅显在拢捌伊啦，伊就是咱王宪章典禅师的二哥。因每一年吼，慈悲拢伫即个岁末的时阵来教咱的吼，安尼就甲咱慈悲普及，非常的感恩，差不多几年来是拢安尼，吼，所以呢，伊嘛是。但咱要讲出着咱即个讲，因为咱本来求道，咱大家拢知影，咱有一个本体，毋过呢，咱去污染着了，所以必须爱透过着真理的教育，因为咱听着道理了，就是要去除咱心中遮的污名，恢复咱本意为苗，咱毋是搁去外口吼摕一个物件来装的，毋是安尼，原本咱家己就具备啊，只是呢，咱袂卖去，就亲像讲诶。我咱讲诶，伊家吼，迄个讲啥？一家的无名，无名就是卖啊。咱会教卖，我参与即个误嘛。啊，所以咱伫听道理的当下，咱也会当真正体悟到咱的迄个本体话，咱就会知讲哦，原来我去历练做遮济物件，所以我必须呢爱慢慢仔去除，那安尼就恢复到咱的清净的本体的时阵，就像玉祖讲诶。上下去明，万象皆现，你就清清净净、了了分明啊！啊，所以呢，咱今仔日呢，邀请的王讲师呢，吼，咱呢吼，伊把咱各位浅显呢，吼，咱会当吼，人讲谛听啊，就是讲摕咱的真如本性来听，毋是用咱的实心哦，因为若用咱的谛，迄个讲吼，迄个说知识的心来听吼，迄个真理体的，就爱用咱迄个。所以你若看佛咧讲谛听，就是讲用你的真心来听，你才有法通体会到你的本体，吼。啊，所以呢，伊的道较有够好的啦，吼。旧年呢，你看时间有够紧的，吼，还我较介意伫遐分享讲，看到王讲师，就是要经过一年，你看时间咧过有紧无？各位先生有紧无？有够紧的吼。所以呢，咱爱好把握着时间，吼，咱有即个辛苦的时阵。讲道较人好，讲行成功立德啊，
新年头啦，吼，就是新历叫做新年啦，吼，啊，旧历讲个岁末咧，啊，祝各位咧，吼，伫这咱咧迎接新年的时阵咧，吼，啊，大家身体健康，啊，欢喜充满，感恩。大众平安。感谢检察师慈悲，田道义公，坤道义公。咱今日要邀请到咱王讲师帮咱主理分享，让各位浅浅热烈的掌声欢迎。田道义公，坤道义公，讲师好。讲师好。